發展中國家唔使再睇人面色，金磚組團搞軍演，目標好簡單，守護自己嘅貿易航線。美國緊張，西方炒作，背後到底有咩算盤？2026年1月9號起，南非好望角海域將迎來一場足以改寫全球安全格局嘅盛事。中國牽頭嘅和平意志2026年金磚聯合海軍演習，呢個係金磚框架下首次防務合作，足足8日嘅演練，標誌住金磚從經濟合作平台正式邁向安全加經濟雙輪驅動嘅新階段。今次金磚聯演到底要練啲乜？話明唔針對第三方，咁演練重點自然就落喺實打實嘅海上安全問題。今次軍演可唔係走馬上任？俄羅斯、伊朗已經實錘參與，印尼同埃塞俄比亞亦有望加盟。多國軍艦齊集南印度洋，目標好明確，守護海上貿易航線安全。要知道，好望角航線承載住全球30%嘅油輪同20%嘅集裝箱運輸，金磚國家嘅能源、礦產、製成品都靠呢條黃金航道流通。而海盜襲擊、極端天氣、單邊制裁帶嚟嘅航道封鎖風險，向來係大家嘅心腹大患。今次演練嘅聯合巡邏、反海盜協同、應急救援等科目，個個都實打實解決實際問題，等金磚國家嘅商船以後航行更安心。大家再睇睇西方嘅反應，真係諗唔到，只係一場防海盜、保航線嘅演習，居然被炒成挑戰國際秩序。究竟係邊個喺度賊喊捉賊？西方媒體見到呢一個陣仗，即刻大驚小怪，話中國要搞平衡國際體系。美國更係緊張到唔敢公開聲張，暗地裏同盟友吹風要密切監視。但其實呢一場軍演根本唔針對任何第三方。南非國防部早就講得好清楚，目的係完善共同作戰程序，深化和平海上安全合作。中國一直堅持不結盟、不對抗，今次牽頭全因實力同責任。解放軍常年喺亞丁灣護航，協同經驗豐富，52D 驅逐艦嘅指揮系統可以輕鬆銜接不同國家艦艇。呢一個角色真係得中國先頂得起身。最值得留意嘅係，今次軍演係金磚仗劍經商嘅必然選擇。而家金磚已經擴容到11國，經濟總量佔全球40%以上，內部貿易額年年攀升。但單邊主義經常搞制裁封鎖，冇安全托底，再好嘅生意都可能斷鏈。今次唔單止係一次演練，仲要搭起金磚海上安全聯絡網，統一通訊暗號同協同流程，等各國以後遇到險情可以快速響應。呢個安全基建可謂一次投入，長期受益。從經濟合作到安全協作，金磚嘅每一步都踩喺實處。講到最後，其實今次軍演講明咗一個道理：發展中國家團結起嚟，先至有能力話俾世界聽，正義嘅聲音唔係只有西方一種。從中南非、中俄南嘅雙邊軍演，到今次多國聯合行動，金磚國家用行動證明，發展中國家唔使依附任何大國，一樣可以通過平等協作維護自身權益。今次和平意志2026年軍演，唔單止係守護一條航線，更係要為全球南方爭取公平合理嘅國際秩序。好望角嘅海浪，見證住呢個歷史性轉變，而金磚國家團結起嚟嘅力量，必將讓世界格局變得更加公正包容。金磚首次聯合軍演，由中國牽頭，守護海上生命線，呢啲係和平力量嘅集結，更加係合作共贏嘅見證。覺得夠晒威水嘅朋友，讚好，傳遞正能量，留言話俾我哋知你心目中嘅金磚力量，分享出去，等更多人睇到大國擔當。